生活有時就好似大風大浪嘅海，點樣先唔俾負面嘅情緒沖走呢？就好似船要落錨定住一樣，我哋都可以用我哋身體做錨，定住自己嘅心神嘅。大家好，又係我 Frankie 喺心照減壓站同大家分享靜觀減壓嘅小貼士啦。今個星期係精神健康關注週啊，主題係採取行動，希望提高大家對自己身心健康嘅關注嘅。好多時候我哋都係活喺我哋腦入邊嘅啫，計劃啦、擔心啦、反覆思量啦，結果我哋嘅心同我哋身體失聯。要由我哋嘅腦袋翻返去當下身體真正嘅體驗呢，最直接嘅方法就係揾翻自己嘅定錨位啦。下次如果覺得個心情又大起大落嘅話，大家可以試下將你嘅注意力放喺感覺最穩定嘅身體位置，可能係雙腳觸地嘅感覺、呼吸嘅起伏，又或者係手同大髀接觸嘅感受。將注意力放喺定錨點上面，幫自己安住先，咁就冇咁容易俾思緒捲走啦。如果你想有系統咁樣學習靜觀嘅技巧，幫自己調節情緒，我哋會喺6月10號舉行一場免費嘅靜觀簡介會，到時會介紹一下由牛津靜觀基金設計嘅8星期生活中嘅靜觀課程。而家仲有早鳥優惠添，只要喺5月21號之前報名就可以減200蚊啦。想報名或者查詢，可以去我哋嘅網站，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哋94613944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 Follow 我哋啊！多謝支持。